2名女客人在路边买水煎包，不过老板穿着背心，壮硕身材藏不住。找完钱后，其中一人转身时做的表情动作，让网友笑说那个嘴角比 AK 还难压。影片在社群上爆红。这里是位在安平的老字号水煎包店，吃到现在了。来这边30年有了吧，这边都不错啦，都很好。水煎包都是自己纯手工制作，把表皮煎到金黄，咬下去皮薄多汁，一颗只要铜板价，是不少在地老饕的选择。只要到礼拜天，老板就会穿上招牌围裙，露出壮硕的二头肌，打工卖水煎包。不过他的本业是房仲，他朋友就问我，他礼拜日这边缺人手，要不要来这里帮忙？然后我就跟他说好，我可以过来帮忙。然后就很顺的，就每个礼拜日都过来，所以就礼拜日会在这里见到我。在机缘巧合之下，兼差卖水煎包意外爆红，自己也吓了一大跳。还有网友找出他的 IG， 上面经常秀出自己的8块腹肌，还有那健美的好身材，甚至出过写真集，吸引不少人追踪。记者收怀谈的报道。